嗱，各位朋友估唔到中山啲第四代住宅咧可以平成咁嘅，total 總價90零萬就可以入場，感受下第四代住宅嘅客餐廳，咁大個平台都係私家花園嚟嘅。咁呢個排水咧係做好嘅，包括呢個電梯咧都係服務翻自己嘅。嗱，咩叫做第四代嘅住宅咧？簡單講就係全面升級，無論係採光度、私隱度、隔音、樓板嘅厚度、樓底高度、容積率同埋車位比例咧，全面得到升級。當然咧，得房率咧都去到140%嘅。傳統住宅嘅樓板咧有12公分厚咧，已經係求神拜佛㗎啦。佢呢度咧直情係20公分，加埋嗰啲隔音尖咧。屋企養大笨象啊，樓下都唔會有投訴，就連鋼筋水泥都大大升級啊！舊式住宅用開嘅 C25、C30嘅石屎咧，呢度咧直接係用到 C40，更加好嘅用料換嚟更加好嘅居住體驗之餘咧，你層樓咧起碼就更加襟住，住多人哋30年都冇問題。呢個主人房270度嘅景觀，出門咧就係街市、大型商場、高鐵站、濕地公園，包括呢個醫療。一啲都唔輸嘅。嗱，呢啲咁嘅單位 total 總價90零個，有興趣朋友咧評論區666發資料。